每逢聖誕節，我就想起先知以賽亞嘅預言。佢話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。我哋一睇到嬰孩兩個字，就知道係指到道成了肉身嘅耶穌。道係邊個呢？道就是神。呢個喺時間仲未有開始之前就有嘅道，而家成為肉身。耶穌係神嘅兒子，從永遠到永遠都係活着嘅。為乜嘢佢要具備一個肉身呢？原來佢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，就係為咗擔當我哋嘅罪，為我哋喺十字架上面流血而死。因為照住神嘅定規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無罪嘅耶穌本來可以唔使受肉體嘅限制，更加無需遭受痛苦死亡。然而佢甘願承受，豈唔係為咗你同埋我嘅罪嗎？盼望你能夠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。